O 型的有提到膀胱癌嘞、乳腺癌嘞，乳腺不是都跟那个心情、情绪有关系的吗？膀胱会不会是尿毒还是憋尿？O 型的时候比较好色了。O 型的如果好色，那是不是精气神的精比较消耗比较多？然后有的 O 型又想要做老大，是不是会吃药啊？吃补药，吃药不是又伤肾了吗？伤肾不是又影响到膀胱系统了吗？肾脏、膀胱系统了吗？然后憋尿，然后尿急又爱面子，不赶快路边排尿，憋尿，憋尿是不是久了也会影响到膀胱？哎呀，O 型的，不过也有说 O 型的最长寿呢。刚刚提到 O 型，要有修行才会长寿啦，要吃素啦，不要好色啦，不要放纵皇室啊，不要浪费太多在女人身上了，爱惜精神啊，有修行才会长寿啦，要吃素啦，减少爱欲啦，减少减少欲，减少皇室操劳啦。O 血型的乳腺癌哦，AB 型的说肝癌了，还有卵巢癌，还有什么癌忘记了？B 型的说什么？AB 型的还有肝癌啊，B 型的还有子宫颈癌啊，AB 型的卵巢癌啊，A 型的胃癌，AB 型的也有胃癌啊，A 型的还有什么？射护腺癌啊，怎么这样了？我都忘记了，不清楚了。前列腺就是射护腺是 A 型的，B 型的提到那个子宫颈癌、肝癌，不是哦，不是肝癌，AB 型才是肝癌。真的很容易搞混了。B 型的是提到口腔癌，口腔；B 型的是提到口腔。你看那个 B 有两个洞，像不像口？口腔癌。B 型的提到口腔癌跟子宫颈癌，颈也是口啊。更容易患乳。那 B 型的才是 B 型的才是什么？忘记了。AB 型的有提到肝癌、卵巢癌。B 型的有提到子宫颈癌、口腔癌。A 型的有提到胃癌、胆囊癌还是什么射护腺癌。AB 型的有提到肝癌、卵巢癌，还有什么癌忘记了。O 型的就有提到乳腺癌啊。AB 型还有胃癌，A 型跟 AB 型都有提到胃癌。A 血型的呢，容易患那个什么胃癌哦、胰腺癌、胆囊癌啊、鼻咽癌啊。A 型的怎么会这样呢？A 型的说胃癌啊、胆囊癌、胰腺癌，什么癌忘记了。B 型的说还什么前列腺癌，那可怕。口腔癌还有什么癌忘记了。A 型的说什么胃癌啊，是前列腺癌就是射护腺癌。A 型的哦，还有胆囊癌、胃癌、胆囊癌、
前列腺癌就是射护腺癌，还有什么忘记了？B 型的说什么口腔癌哦，子宫颈癌哦，还有什么忘记了？AB 型的人说容易患肝癌哦、卵巢癌哦、胃癌哦。我一个成大的同学喜欢喝酒，军人子弟也住眷村了，得到肝癌过世了。AB 型的容易得到肝癌哦、卵巢癌、胃癌哦，好可怕。B 型的说什么？B 型的呢？忘记了，不清楚了。AB 抗原都没有的是 O 型，都有的是 AB 型，其他 AB、O 型都各占30%左右。A 型、B 型及 O 型血型的各占30%，AB 型的占10%。